来继续来看，这是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泰，昨来开通着政治现金的专户来募款，短3点钟，募到的金额就超过1000万。郭文泰接到消息是感动甲一度讲袂出话。事后，郭文泰伫个面册来发文章，讲伊会珍惜每一笔的捐款。另外，苗栗县长张东锦来表示讲，去年县长的选举只有郭文泰愿意甲伊同台，所以这届伊将会尽力协助郭文泰来募款，来回报着当时的人情。郭文泰按算6月初4要到日本来拜访着日本的政要甲智库，继续来补伊的国际学分，他来拼战着明年的总统大选。我们都还没开始，还没广告，怎么会有捐钱？民进党的主席郭文泰伫咧23号开通政治现金的专户，这3点钟募款就突破1000万，好减少的郭文泰是笑嗨嗨，感动甲连话差一点就讲袂出来。我说。谢谢大家。郭文泰伫咧面册顶悬发文章来表示，我知影这个数字背后有偌济人的信任甲期望，请大家放心，我会珍惜每一笔的捐款。若甲郭文泰收听的人也够有意。在县长选举的时候，老实说，就中央级的大人物哈，只有柯 P 敢牵起我的手。这个人情我必须要还。苗栗县长张东锦伫咧面册顶悬发文章来表示，若是郭文泰参选，会尽力为伊来装部分选举的经费。严格总统大选要支持什么人，张东锦是真坚定。那当然，我还是一个蓝营的大兵自居啊哈，所以我一定会支持蓝营提名的候选人。郭文泰估计伫咧6月初4访问日本，6月初5早起伫咧早稻田大学来演讲，下晡拜会跨党派日本政界重要的人物，包括自民党众议员吴技师也有无关金，暗时和日台交流协会食暗顿拜会大桥功夫。6月初6透早拜会日韩民主党，下晡拜会日本维新会党主席。6月初7透早拜会日本智库，下晡拜会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。6月初8暗时9点等来台湾5天访问日本的行程，和日本政治学术界来交流，继续加强国际学分备战2024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